希望大家可以上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，多謝。雞扒洗乾淨，用廚房紙吸乾水分。然後將佢切成3厘米乘3厘米嘅方塊。用刀去除多餘嘅筋膜同脂肪。50毫升水加入50毫升嘅清酒，再加10克海鹽，攪勻。將切好嘅雞扒排好，皮向下，雞肉向上。跟住就可以用刀尖不斷咁插入雞肉。目的係令到一陣間醃肉更入味同多汁。將攪勻嘅水、清酒同鹽再攪勻多一次。倒入雞肉，再用保鮮紙魚影片貼住雞肉包住，醃30至45分鐘。將豆腐較為硬嘅表面切走，再切成1.5厘米乘1.5厘米方塊。開中細火，油溫大概160度，麵粉同木薯粉以1:3嘅比例攪勻，再沾喺雞肉表面，盡量將多餘麵粉拍走。期間盡量用雞皮包住雞肉，形成卷狀。炸至微黃就可以撈起。豆腐用同樣油溫160度，同樣炸至微黃撈起。
鹹蛋去蛋白，用大火隔水蒸10分鐘。煮溶1湯匙無鹽牛油，加少許鹽，再加入鹹蛋黃，煮至鹹蛋出現泡沫，撈起。夾起鹹蛋黃，中間堅硬部分。開大火，大概油溫180度，將雞肉炸第2次，炸到金黃色。黑芝麻用白鑊，看大概1至2分鐘，然後加入炒好嘅鹹蛋黃，再加入炸好嘅豆腐炒勻，完成。雞肉非常香脆，星朋友為食仔提供。